来乡亲啊，食甜食唔好，这个甜食啊食过量，除了会大哭，嘛正伤身体。这是瑞典上新的调查，一礼拜食甜食食2届到3届，治疗子宫内膜癌的几率会增加3成。医生是咧建议女性朋友，若要食甜食，上好一礼拜唔通食超过3届。 食一嘴甜的物件，佮啉一杯手摇饮料，对真侪女性朋友来讲，无分年龄，拢真介意。一个礼拜大概吃几次？应该3、4次有。我都加糖啊，那我都喜欢吃巧克力啊。但是你一定想袂到，食1粒糖的正做子宫杀手。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研究指出，每礼拜食甜的2遍到3遍，治疗子宫的内膜癌，比起无食的人，几率是增加33%，食4届以上的提升42%。胰岛素很高之后，它的排卵不正常，就是有一点多囊性卵巢。那多囊性卵巢久了，就容易产生内膜癌。 医师指出，过量的糖来增加治疗子宫内膜癌的几率，治疗胰癌的几率嘛会提高，甚至会造成女性的阴道炎。那你的分泌物各方面都是糖分，经过代谢之后，那就容易产生细菌。食了过量的糖，除了会肥胖的风险以外，也会破坏掉睾丸2倍，致使老化，甚至是会生条啊，也会消耗体内钙质，造成这骨质疏松，坏处袂少。卫福部嘛建议，一天的糖的摄取量唔能超过总热量的3%，而且一定爱较食运动的，才会当加速代谢。